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正義女神嚟到第13同第14集，海味普渡涉案引發嘅父子心結、友情考驗同埋多年誤會，終於解開嘅真相。故事由洪思義同佢嘅仔洪之恒開始。喺個車房入面，父子再度相遇，但呢次重逢充滿火藥味。原來思義仍然懷疑之恒同昔日郊野相思案有關，甚至覺得佢參與咗行劫同姦殺。多年嘅心結令兩父子始終難以釋懷，講多兩句就忍唔住爭執。另一方面，之恒嘅好友陳柏全家庭出現變故，佢老豆喺間海味鋪度打工，有一日唔小心跌親受傷，本應由公司負責，不過老闆反而將佢炒咗。柏全見阿爸冇人理，仲需要200萬醫藥費做手術，心裏面好唔忿，於是佢竟然起咗歪念，打算去偷海味鋪嘅現金。呢間鋪平時成日有幾百萬現金喺度，柏全覺得拎少少唔會有人發現。佢偷咗錢之後，竟然將其中100萬現金放咗喺洪之恒電單車尾箱入面，打算俾之恒照顧佢阿爸用。但偏偏天意弄人，之恒開車途中遇上交通意外，車尾箱嘅現金散晒出嚟，成件事即刻上咗電視新聞。而且啱啱嗰陣海味鋪爆竊事件報咗警，警察自然懷疑之恒有關，結果佢被捕。媒體再次翻炒舊案，話之恒會唔會又一次受到法官爸爸包庇？之恒父母去探佢，問佢原因，想知個100萬究竟從何而來。不過之恒堅決唔肯講一句，令思義激到爆炸，決定放棄幫佢保釋。海味鋪盜竊案最終由法官嚴惠之審理。之恒雖然認罪，但拒絕交代剩餘贓款下落。惠之察覺事情唔簡單，開始懷疑整個案件同陳柏全有關。可惜柏全已經打算逃離香港，而之恒仍然信任呢位好友，選擇沉默。思義睇到個仔咁固執，好焦急又無奈。去到第14集，形勢突然有變，柏全出現喺法庭上，決定承認全部罪責，並且講出犯案背後嘅苦衷。原來一切都係為咗父親嘅醫藥費。雖然佢真誠悔過，但最終都要面對法律，判咗入獄2年。事件落幕之後，惠之為咗幫思義同之恒化解多年嘅陰影，特登帶思義去揾當年郊野相思案冇出庭嘅公園保安。保安親口講出真相，其實洪之恒當日係有不在場證據，根本同案件無關。多年來嘅誤會終於得到釐清。思義聽完之後激動落淚，佢喺探之恒嘅時候，同樣對之恒講出咗10句我愛你。父子之間嘅隔膜終於消散，之恒亦釋懷咗。呢2集可以話係正義女神嘅轉捩點，唔單止講法律同正義，更深入探討人性裏面嘅親情、信任同誤會。有時真相唔一定一早就能夠睇清，但只要願意面對，就能修補關係，重拾親情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，希望你幫我撳翻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